各位好，我係堂主 Raymond。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今日我喺信義山水公園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巧式芙蓉天鵝母愛鈕日形章。作品係絕美嘅優質芙蓉，石質係極乾淨嘅好漿，色美老成，係唔錯嘅一方印鈕。唔係嗰啲新芙蓉偏揀到不知所謂，質地超好，潤而不乾，冇裂冇格，通透性嘅質地，精緻嘅雕工，巧式染泥，唔好懷疑就係呢種染泥。呢個係從色澤上嘅明亮，係唔暗沉，以及加上凝結嘅質感，而且均勻嘅亮色，肉眼就可以判斷得到。尤其是係印鈕頂部天鵝頭頂嘅巧雕。呢種巧式配上咁好底子嘅芙蓉質地，至於案前總係亮麗醒目嘅。作品係一件雕工精緻，雕工精緻到羽毛羽絲都展現出自然嘅感覺。雕絲係下足功夫，可謂一絲不苟。母鵝口中雕着餵穗要餵食身後嘅小鵝，一副慈母對幼兒嘅母愛展露無遺。而小鵝剛剛嚟到呢個世界，好奇咁四處溜達，躲喺母鵝嘅後面跟住媽媽捉迷藏。作品全體品相靈巧可愛，天鵝嘅頭頂巧式巧雕，起出醒目嘅眼珠捕捉功能，帶出明顯鴻運當頭嘅寓意。喺雕工上，母鵝伸頸探頭餵哺嘅形神，呢個章質材上有兩點部分係黃灰嘅芙蓉。作者可能處理將呢一點化作將未出世嘅幼蛋缺口嘅灰色小天鵝嘅羽毛，可謂巧中之巧。